人看嘛是真心实，继续来看到台中后里有2个压贴的翕相所在，那亲像是日本红仔岛大桥西区江基圳新稳小路的场景。咱看到一个是伫咧后里，这是大藤的树林，规个有够旺，树林一直拖落去，袂输是红仔岛亮鸟的树林崩坑。另外一个是泰安铁路文化园区边啊，已经有上百年历史，8号崩坑规个花草青嫩嫩，一直拖落去，凊彩一个翕，拢会当翕到，亲像是行入去红仔岛新稳小路的场景，袂输就来到戏剧里。行伫个产业道路两边的草啊，拢发甲真旺。这个时阵出现大圳沟，顺大圳沟继续行，过一个桥了后，即马网络灯行的景点就伫头前。号称台中最美的秘境，就在后里圳砖桥旁的8号隧道，让你一秒进入电影《神隐少女》的动画场景。翕甲真水的相片伫 IG 顶的世界团，这个有正百年历史的8号崩坑，就伫泰安铁道文化园区的边啊，全长有518.6公尺，边仔的树啊甲草啊，互崩坑口变甲真青翠。人较少的时阵，阁会互人有一种真神秘的感觉，尤其是为崩坑内底向外口翕，透过光线的效果，不管安怎翕，拢真好看。里面比较暗啊，外面光线照进来就会有剪影的效果，就是动作要大一点。而同样拥有超高人气的拍照秘境，还有后里这处龙猫隧道。树林内底树啊，拢摆甲真齐，徛伫这边向另外一边翕，树林就袂输哪看袂到尾同款。比较一个日本江基圳的艋舺亮鸟的这个伫树林崩坑内底走的画面，就安尼出现伫现实生活内底。特别的景致嘛，互亮鸟崩坑正做真夯的拍卡景点。每只小龙猫在里面钻来钻去的画面，还蛮像的。因为它树就是那个树叶间隙会有那个光洒进来。这2个景点拢伫后里，唔免半工的时间就会当拢行一遍。民众若想要入去到江基圳艋舺内底体验，会当找时间去行看看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